歡迎收睇《粵知一二》。啱啱過去嘅清明假期，出門祭祖係華納 F3嘅傳統習俗。以防你哋唔知道，而家華納 F3祭祖係出動到無人機吊隻燒豬飛上山，或者用機械狗抬隻燒豬上山。都話科技改變生活，有條件嘅朋友下一年拜山記得買翻隻無人機或者機械狗嚟試下啦。但係亦都有網友鋭評，你有咁高級嘅科技攞嚟拜山，你幫太公同太婆嘅墓碑裝翻個 GPS 先啦。無獨有偶，人工智能嘅風亦都吹入咗戲曲界。3月31號，浙江永康嘅中粵舞劇團首次使用機械狗嚟飾演哮天犬。據劇團嘅工作人員所講，係佢哋老闆嘅創意，演出效果好好。但係據網友所講，飾演二郎神嘅演員爭啲笑場。好消息，傳統藝術終於係傳承咗落嚟。壞消息，點傳嘅你唔好理啊！連哮天犬都更新咗版本，大黑神話悟空嘅 DLC 連消息都仲未有。我代表二郎顯聖真君表示抗議。3月31號，浙江杭州發生咗一起離奇嘅交通事故，一輛白色嘅 SUV 龜速行駛，連續撞冧咗路邊幾個防護欄。車輛撞停之後，有路人迅速上前拉開車門，發現駕駛者竟然係一隻邊牧。而家呢隻邊牧係涉嫌無證駕駛同埋肇事逃逸。我有一個大膽嘅猜測，會唔會呢隻邊牧原本有一份正經嘅工作係扮哮天犬嘅呢？但係俾人工智能搶咗飯碗，所以先鋌而走險出嚟揸網約車。欲知後事如何，請持續關注我哋嘅節目。4月2號，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對我國實施34%嘅對等關稅，我國表示強烈抗議，依法採取反制措施，對美國加徵34%嘅關稅。面對我國嘅反制，美方威脅要進一步加徵50%嘅關稅。有經濟學家表示，經過多年層層加碼，如果美方真係再加徵50%嘅關稅，咁總共嘅關稅就已經超過咗100%啦。中國商品進入美國直接價格翻倍，據說已經有唔少美墨邊境嘅絕命毒師紛紛轉型，由走私雞蛋改為批發中國商品。有網友發現美國嘅時事同我國一間遊戲公司米哈遊旗下遊戲嘅版本息息相關。最近崩壞星穹鐵道周年慶推出新角色下跌，美國股市應聲下跌。有經濟學家表示，股票只要唔賣就唔會蝕，跟住落嚟就會入坑崩壞星穹鐵道，許願股價回升。喺上海嘉定南翔一個短劇生產基地正火熱運營中，同其他短劇生產基地唔同嘅係，呢個短劇生產基地係專門生產俾外國人睇嘅短劇，主演亦都全部係外國人。冇錯，講嘅係英文，大家好快就可以睇到。重新知我在90年代橫掃華爾街，穿越成 NBA 球員，成為聯盟第一人，發現新大陸，我成為美國國父，以及最期待短劇榜單第一名嘅美國總統特朗普愛上離異的我。你話幾咁天才？短劇唔使交關稅㗎嘛。跟住落嚟聽翻首歌仔，係網友點俾 Speed 嘅陽光彩虹小白馬，紀念一下佢同大張偉呢個歷史性嘅會面。佢嘅中國行證明咗，如果冇美國政府喺度搞震，其實中美人民之間係可以非常之 love and peace 嘅。呢個高度上得可以啊！今日嘅 gap 就搞到呢度，我哋下期見。如果有下期嘅話，數據唔好都仲係會腰斬。